最近好多香港朋友仔問我啦，40-50萬啊，即係攞住40-50萬嘅基金，可以買得咩樓宇呢？咁你喺香港啊，10尺都買唔到。咁就算近啲嚟到深圳呢一度，100尺都買唔起啊。咁不如嚟呢一度整個首期30萬就可以攞到一套1200尺嘅單位。嗱，出到去外邊呢個位置，帶埋入湖花園俾你啊，後封翻個玻璃窗，咁啊仲乾淨啲啊，係嘛？呢度嘅指紋鎖鋼木配晒俾你㗎啦。尤其係對面馬路嗰個位置，帶埋個巴士站7公里，坐巴士7公里就去到沙田地鐵站啊！包括埋呢一邊咧，就可以去到萬達商圈1公里到嘅啫，即係巴士都可以去埋萬達嘅。成個客廳開間咧就4米嘅開間，夠晒闊落啊！南北對流，你睇下啲風幾大啊！咁出到外邊咧，我哋好唔中意話一望出去就係啲工廠房啊乜嘢，咁而家望出去嗱一片綠色植物，包括埋個小學都喺度，咁嘅景色特別之正啲啊！咁成套單位個客廳咁大，116尺，仲要去到4房喎。我哋而家入埋休息區部分睇下，首先見到嘅係第一間房，佢可以直出翻個露台嘅。咁呢個光濕分離仲要分段式嘅，3段式分離晒㗎啦。呢一個第二間房啦。第三間房係個陽光房，就係搬贈送喎。咁入到嚟你間主人房，成個空間望出去都係啲景色都好靚嘅，因為係前面冇遮擋啊。咁佢成個套間咧係有埋個洗手間俾你嘅。呢個單位啱唔啱？嗱，而家總價 total 總價咧應該係達到去到100萬度。咁佢首期咪去到30萬啦，就可以全部搞掂晒㗎啦。咁你啱嘅話，記得 follow 條我啦。最緊要係 like。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 下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